男团 Underlover 成员胡瑞儿，本名胡瑞凯，去年爆出在老婆蛇姬林采缇临盆之际，在夜店涉嫌对一名22岁女子捡尸性侵，日前被依乘机性交罪判刑2年。他2016年的呼麻案也被撤销缓起诉，改依毒品罪起诉。此外，胡瑞儿和另一名 Underlover 成员杨林，因与前东家东升唱片公司片面解约，遭各求偿1000万元。台北地院今18日开庭，由于团体演唱的歌曲《痴情玫瑰花》在 YouTube 上点阅分论收益应有124万余元，东升唱片经扩张请求返还这笔不当得利。胡瑞儿和杨林因擅自解约，遭东升唱片告上法院。东升唱片代表先前还痛斥两人没诚意，红了就跑。据苹果报道，之前开庭时，东升唱片为了解《痴情玫瑰花》一曲在 YouTube 上的收益，请法院函询为 Underlover 管理 YouTube 频道的台湾经媒体公司。该公司去年3月首次回函时表示，呈报2015年半年的收益有40万余元，东升唱片据此追加请求返还不当得利。去年底，法院2度向台湾经媒体公司函询，该公司则表示，自2015年至2018年11月为止，《痴情玫瑰花》的点阅分论收益应有124万5353元。今天东升唱片扩张请求声明，由于回函显示该笔收益所得人仅胡瑞儿一人，因此他们只向胡瑞儿索讨124万余元。对此 ，Underlover 委任律师表示，120万数字应该没问题，但是否全被胡瑞儿拿走？据他所知，没有特别给付给谁。之后，法官要求律师再向当事人确认 YouTube 分论如何拆分，若确实全由胡瑞儿收取，全案将于3月7日宣判；若仍有疑问，则需再开辩论。